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国际关注的大代志，就是英国女王的国葬。女王这个月初8过身，今日英国时间早起10点，也就是咱台湾的时间，大只暗时6点，为女王举办国葬。当日有济英国的民众，甚至外国人，拢到伦敦的西敏寺排队，一排就是排久了10点钟，因就是为着入西敏厅悼念见女王上尾一面。国葬仪式会伫咧西敏寺举办，全世界济元首拢到场参加。伫咧国葬仪式下尾的时阵，全英国是同齐默哀2分钟。所有仪式结束了后，女王的大厝伫咧子孙甲人民的陪伴当中，游行行到威灵顿宫门，落尾会送到温莎社堡。这阵王室的成员是伫咧圣乔治教堂举办王室的私人安葬仪式，这个地点嘛是女王未来要安息的所在。伫咧英国新国王查尔斯3世、威廉王子、哈利王子，甲其他英国王室重要成员的陪伴护送之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灵柩为开放予一般民众伫伊的西敏厅，刷到伦敦的西敏寺进行国葬的仪式。英国当地时间9月19号早起11点，也就是台湾时间19号暗时6点，国葬的仪式正式开始。这是自从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伫1965年举行国葬以来，英国将近60年以后所举办的最高规格的国葬，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宏、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韩国总统尹锡悦等等世界各国的元首，还有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典等等欧洲的王室成员。甲日本定仁天皇拢亲身飞到英国，送伊丽莎白女王最后的一程。佮加上英国重要的政治人物，总共有差不多2000人参加这场国葬的仪式。这场国葬的仪式是由西敏寺主任牧师霍伊尔主持，规个仪式的气氛非常庄严。对女王伊丽莎白2世来讲，西敏寺会用个讲是伊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所在。Here, where Queen Elizabeth was married and crowned, we gather from across the nation, from the Commonwealth, and from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to mourn our loss, to remember her long life of selfless service. 包括查尔斯3世在内，英国王室专员参加这场国葬仪式，就连威廉王子的大汉后生，今年9岁乔治小王子，甲7岁夏绿蒂小公主，嘛用歌声来向因上亲爱的女王阿祖告别。英国全国有125间电影院有转播这场国葬仪式，民众会当免费去电影院收看转播。规个仪式进行差不多1点钟。最后结束的时阵，唔那伫西敏寺，英国全国拢伫同一个时间，点点哀悼2分钟，向这位英国历史上在位上久的君主表达最后的敬意。记者甘恩恩编译。英国女王国葬这件大代志，全世界的领导人甲王室的成员有500个人，这阵拢伫咧伦敦。不过仪式拄开始的时阵，就发生争议。英国政府是要求参加的人要坐安排好的巴士到现场，结果安全可能较到受到威胁的，亲像是美国总统拜登甲以色列的总统等人是会当坐家己的私人车。这款安排就引起不少元首无欢喜，落尾是拒绝参加，或者是换派代表去参加。也若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无亲身到英国，是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代表。落尾咱来讲到无受到邀请国家，亲像是罗西亚甲白罗斯，是因为战争去互排除在外；缅甸是因为侵犯人权的争议无受到邀请。多数国家头人即阵拢是聚集伫咧伦敦。英国的查尔斯国王3世昨就伫咧白金汉宫为贵宾举办欢迎会。伦敦机场通市中心西敏寺的道路，国葬举行前一天，有为世界各地来的国家元首车队快速通过。美国总统拜登甲第夫人吉尔18伫西敏厅向女王伊丽莎白2世灵柩致敬了后，前往英国外交部的兰开斯特府，伫官方吊册册内底签名留话，向英国王室表达真深的哀悼。Our hearts go out to the royal family, to King Charles and all the family. It's a loss that leaves a giant hole, and sometimes you think you'll never overcome it. But as I've told the king, she's going to be with him every step of the way.
英女王在位70年，接待过13位美国总统。拜登是头一个出席英国国葬的美国元首。这场丧礼也是国际社会几60年来规模上大一场外交活动。全球200国家甲地区的国家领袖、皇室成员甲政要拢得到邀请参加。少数无受邀请出席的国家，像讲叙利亚、委内瑞拉、阿富汗，是因为无正式外交关系的原因。俄罗斯、白俄罗斯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原因无受邀请。北韩甲尼加拉瓜有邀请函，按过加拿大赛受邀请，毋是国家元首。代表中国出席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8伫中国驻英大使陈德光的陪同下，马前往属有国会大楼一部分的西面厅致哀。以前乌色的中山装有挂印中国国旗的翠暗。近日有消息讲，下议院议长雷伊尔爵士甲几个议员以新疆人权议题为理由，反对中国代表团进入西面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萨尔曼也因为2018年下令暗杀华盛顿邮报记者哈绍吉这件代志，引起人权团体批评。三国官方最后的回应是，王储有得到邀请函，不过会由杜基亲王代表参加。国王查尔斯3世18月伫北京汉宫上大宴会厅，为这阵远路来吊祭的贵宾举行欢迎会。因为人数实在伤济，英国当局安排马术接送，像坐豪华头顶舱到伦敦的日航德人红仔某，到时阵就会甲其他贵宾做伙坐接驳马术前往西敏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根据上新的民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支持率剩42%，比8月是降1成外。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反对的声音嘛已经冲到6成。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认为讲，前总统文在寅举办的南北韩会谈是政治秀，即阵伊会用尽一切手段阻挡北韩发展任务。英国《Times》报道，现任的国王查尔斯3世感谢这10多天以来，世界各地对女王笑脸。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乌克兰的军队攻势登加悬，当咧讲俄军的补给线，罗西亚即摆是按算用自杀无人机闪过乌军的防御系统来反制。上过是《华盛顿邮报》，有访甲中南美洲的岛国波多黎各扫干密密茂茂。当地是当地做大水，有320万人大停电，当地已经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总统拜登今年就要满80岁啊，不过伊对后一届总统大位也是真有野心。伊讲对家己是有意愿要拼连任，不过伊这届的挑战也个袂少。也若是外交的方面，拜登的态度是大家真硬。经过中国是军兵卖支持罗西亚的军事行动，若无就会甲美国伫咧中国的投资撞头走。美国高通膨乌影会袂走，民主党伫其中选举选情着急，有可能失去国会多数。不过拜登接受 CBS 专访时，伫外交基地上表现强势，对中俄两国真强硬。And I wonder, Mr. President, what you would say to him if he is considering using chemical or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Don't. It will change the face of war.Unlike anything since World War II. 拜登表示，普京若讲划过红线，将会面临更加高烈的严重后果。伊也警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唔通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一旦北京违背美国对俄罗斯的相关制裁，将会造成大错，可能后果包括美国甲其他国家停止对中国的投资。不过拜登指出，目前并无看到北京向俄国提供军事援助的现象。CBS 主持人也追问拜登敢是会竞选连任，拜登回答有意愿。My intention, as I said to begin with, is that I would run again. But it's just an intention. But is it a firm decision that I run again? That remains to be seen. 拜登在会就要满80岁，外界一直质疑伊的健康状况，可能无适合竞选连任。不过拜登亲像真有信心，主任状态良好。目前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度已经为7月的3成外回升到4成以上。不过经济表现犹原是上大的弱点。公司新闻张惠品编译。南马都风台扫往日本九州各地，造成真严重的灾情。目前已经有1个人死亡，90个人受伤啊！全日本各地是有34万户因为风台停电，九州就占24万多户上介济。南马都风台伫登陆日本了后，一路扫对九州各地去。
丰台中心嘛，伫19下晡由九州北边的福冈进入日本西部，也就是日本本州上界西边的山口县。按上20下晡进入北海道东边太平洋的海域。南马道风台一日来，雨是规通倒，伫部分地区创下雨量的记录。亲像九州宫崎县的黑亚高原，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605米里。气象厅虽然伫台湾时间19中到12点解除宫崎县大雨特别警报，不过也是提醒下落大水雨的所在。民众都要特别注意河川的水位，也有感受水崩山的情形，而且随時準備去安全的所在避難。危険な場所には近づかず、少しでも危険を感じたら躊躇せず避難をするなど、早め早めに命を守る行動をとってください。また夜間の避難は大変危険です。明るいうちに高い場所や頑丈な建物など。安全な場所に避難をしてください。外电首相原本按算19出發去美國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目前決定延到20出發。除了以九州為主的幾20萬的民眾已經接到政府避難的指示。南馬道風台嘛，地區陸空的交通受到影響。日本2大航空公司日航甲全日空，攏總至少取消770個航班。也若日本上大鐵路公司 JR。新幹線伫九州的部分，也有福岡往回港島這段19時全線停駛，也若港島到台北，也有台北到名古屋，為下晡2點至4點左右按班次的順序停駛。公司新聞徐家人編譯。赶快是天灾消息，伫咧中美洲的国家哥斯达黎加，因为水崩山，因为大雨造成水崩山，目前已经有9个人死亡，34个人受伤，也有人失踪，生死不明。而且当地政府是警告讲，沿海地区的雨也会继续平。这台公车和土石流将跋落去坎卡，伊出来分量甲本来拢是树丛的山壁敲出一条痕，沿着山壁向顶头看，会能看到一个其他轿车掉伫咧土石内面。公车这么条条的所在，离公路路边有75公尺。所有另外的车停伫咧公路边，搁再向顶头看，就是土石流下来的所在。红会讲大雨引发土石流，先弄到2台轿车，结果把这台公车塞去坎卡。Y en este momento estamos continuando con el rescate de personas que están prensadas dentro del autobús, con equipo hidráulico de bomberos, con cuerdas y con iluminación. 哥斯达黎加17天落大雨，造成首都圣约瑟西边70公里的坎波卢内罗公路发生土石流，消防员甲红会通报讲有人伤亡，几多10个人失踪。另外，也因为大雨造成严重的破坏，几多百户人家被迫撤离。气象预报讲，雨也会继续落。发生事故地点附近的居民讲，当地道路的设施无完善，无护栏也无标志。不过，公共工程部的部长吉尔伯马丁尼斯讲，这种意外事故是无法度预测，不是政府或者是客运公司的唔对。不过，发生社报道，哥斯达黎加大厦2021年3月一份报告就警告，坎波卢内罗公路伫咧当地详细路口附近有山崩的高度风险。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接落来看这直直未收煞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最近乌克兰的军队攻势起来，甲互罗西亚占起的土地是一地一地慢慢甲收回来。罗西亚军队一寡粗残的行为嘛对咧见光，发现讲有侪遗体去互世界欧白台，甚至这寡遗体身躯顶佫发现去互可毒的血液。今年67岁，秋野高调照顾的亲大姨，互俄军逮捕，佮关12天，放出来了后，伊甲负责犯罪调查的检察官前往伊种某一个警察局，也就是伊迄当时封关佮封局台所在。Миска моя жовта вот эта. Да, ця камера, в цій камері. На второму етажі. Я не можу що сказати, що я навів на школу, що зірвали школу. Конечно, прямо били тут, у камерах били, лупили їх. 路房垃圾个细，而且个黑暗，逐工拢有无共的人出入，只会当甲人轮流倒落来，还是经历身躯半困半醒。米卡利申科也就是受虐待的人之一，正因为伊的兄弟也是乌克兰军人得击轰掠，伫库皮扬斯克封关一礼拜，受起迄段经过的流目屎。Ничего, 8 человек в одной камере. Допросы. 乌克兰军队最近重新夺回乌东城市库皮扬斯克伊久姆巴拉克列亚，
伫俄军占领期间，随意拘留也是刑求的代志，也得咧见光。其中伊种母也方发现一个乱葬岗，当局也讲到，会当讲所有死者拢有目的致死的分子。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表示，希望国际刑事法院会当对这个代志展开调查，因为乌克兰最近伫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反攻有相当进展，可向俄乌边界前进。总统泽连斯基18讲，美国继续对击。Можливо, зараз комусь із вас здається, що після ряду перемог ми маємо певне затища, але це не затища. Це підготовка до наступного ряду. 伫俄羅斯瓦近烏克蘭邊界的貝爾格萊德地區，情勢也緊張起來，包括聽到炮擊傳出有人員傷亡，當地民眾已經開始煩惱戰火，特別小國家己的厝門口，認為俄軍應該保衛國家，所無看影，也對總統普廷開始產生質疑。公視新聞吳文良編譯。烏克蘭的軍隊收復土地，有濟濟民眾是總算等到團圓的一天。不過，在這款混亂的情景下，因未來要面對的是本地生活環境已經互炮火掃甲無一個完整的角色，閣有欠水、欠食、失的生活，也閣有濟難關。車門才拄拍開，這個媽媽就等袂住，趕緊衝過來，甲伊的後生攬條條。為着要等待這個時刻，因已經等超過半冬啊！烏克蘭的軍隊佇最近開始收復進程去互羅西亞佔領的領土，真濟烏克蘭民眾都親像這個媽媽甲伊佇做兵的後生，嘛總算會當重新團圓。佇烏克蘭軍隊收復的領土當中，烏克蘭東部哈爾科夫地區的城鎮伊久姆，會用講是一個真有代表性的所在，因為這是羅西亞要攻打烏克蘭頓巴斯上重要的門戶。過去幾個月一直遭受到羅西亞的炮火攻擊甲佔領。所以，即馬烏克蘭的軍隊出現伫市區街仔路，佫會當重新看到烏克蘭的國旗，互真濟伊久姆的民眾攏感覺真歡喜，但是嘛真感慨。Жалко наш город, жалко, очень жалко. Плохо, что натворили орки такого нам. Ну, мы восстановимся, и все будет хорошо. 雖然重新轉來烏克蘭的手中，但是伊久姆有70%的建築物攏受到損害，當地無電、無瓦斯，連食的物件攏真欠缺。民眾講，因雖然好運活落來，毋過生活過甲足艱苦的。烏克蘭政府要安怎讓當地的民眾恢復正常的生活，是真大的挑戰。但是伫頓巴斯較莊開的一個小鎮，情形佫較凄慘。本來住佇遮的700幾個居民，毋是去互羅西亞軍隊拍死，都是走了了。規個磚仔頭竟然只剩58歲的米可拉，甲伊的媽媽兩個人爾，變做敢若一個鬼城。米可拉講，伊甲伊媽媽都靠進前藏佇地下室的食物，閣有家己後園仔種的菜，才會當勉強活到即馬。90幾歲的老阿嬤想到去互羅西亞軍人拍死的大漢後生，哪講就哪流目屎。Плачу каждый день, сыночка нету, убили。當啲記者當啲採訪烏克蘭士兵的時陣，竟然又閣拄到羅西亞軍隊的炮火攻擊，大家趕緊找所在避起來。這個所在當時會閣去互羅西亞軍隊佔領。米可拉甲伊媽媽當時才會當過和平的日子，無人知影。記者感恩恁朋友。帶大家來到東部世界，印度本土種的爸已經坐種70年。這陣為着帶動觀光發展，印度是決定引進非洲爸。這陣已經送8隻到中部的國家公園。不過有動保專家就批評講，非洲爸毋是本土種的，對原生的生態可能會有傷害。禮拜六過72歲生日的莫迪收到真無共款的生日禮物，伊來中部庫諾國家公園，親身拍開鐵籠仔門，迎接非洲喇叭來新厝。這個陸地走上緊的動物，真好奇佇公園內四界看的時陣，莫迪原來摕長鏡頭相機，甲喇叭表情規個翕落來，看起來表情真歡喜。आज भारत की धरती पर चीता लौट आए हैं और मैं ये भी कहूंगा कि इन चीतों के साथ ही भारत की प्रकृति प्रेमी चेतना भी पूरी शक्ति से जागृत हो उठी है。印度原來的亞洲喇叭，早佇70年前都毋捌看過。即屆經過13年，8隻為納米比亞引進非洲的喇叭，總算順利完成8000公里旅程，來到印度，若做適應良好，因會當佇這片5000平方公里開闊林地加草坡啊，自由走動。कुनो नेशनल पार्क में जब चीता फिर से दौड़ेंगे
तो यहाँ का ग्रासलैंड इकोसिस्टम फिर से रिस्टोर होगा, बायोडायवर्सिटी और बढ़ेगी।印度后个月会阁为南非引进12只腊霸，一定到尾啊腊霸的数量提升到40只左右。莫迪是讲，目前也需要互这新朋友一寡时间来适应，希望未来因会当顺利生团，促进印度生物的多样性，进一步带动生态旅游的发展。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若讲到鹦哥，大家拢会认为讲因是一款佫巧佫古锥的动物，佫会学人讲话。不过，伫咧澳洲的雪梨，对即寡小镇的民众来讲，煞是一款大麻烦。因为即寡鹦哥毋但会抢食死，佫会晓粪扫桶找食，甲世界用甲垃圾里落，或者人甲鸟的代志是一直无法度收煞。伫澳洲雪梨附近斯坦威尔公园的草坡啊，古来的囡仔当咧摕棒，也是摕饼，饲这白色的鹦哥。看到鹦哥拢毋惊人，佫食甲遮欢喜，真侪人一定会感觉那会食古锥。但是其实对住伫附近的人，尤其是开餐厅、咖啡厅的人来讲，这白色的鹦哥是比鸟鼠佫较互人讨厌。这种白色的鹦哥号做开花红头鹦哥，定地徛伫咖啡厅的厝尾顶，目睭金金看。人客走了后，服务生若是无随甲碗盘收走，后1秒钟就会变成安尼。规个桌顶、涂骹拢总无甲二苍苍。break things and knock things over. Just here at the cafe as well, smash a lot of things, a lot of glass to clean up. 这鹦哥互人上头壳疼的，是因会去掀粪扫桶找物件来食。虽然有民众摕石头缀伫粪扫桶的挂顶悬，但是这鹦哥实在太巧啊，竟然会将石头刷走，再佫用喙甲粪扫桶的挂规个掀开。They're getting more intelligent. They're evolving. Yeah, like if you go back like 5-10 years ago, they didn't know how to open bins, so that they're figuring stuff out. 当地居民变甲无法度，只好用扫啊，甲粪扫桶的挂绑起来，甚至甲挂锁起来。甲这鹦哥比看卖到底谁较厉害？但是因为这鹦哥愈来愈巧，无得较过一阵啊，因就知影要安怎甲绑伫粪扫桶挂的锁啊扭开。当地居民若是无法度找到甲这鹦哥和平共存的方法，这场人类甲鸟仔之间的大战，看起来还会继续战落去。记者甘燕恩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